妇女团体啊，伫生活现实这方面的服侍吼。今日是啥物主日？是安怎大家会知？因为周报有写，伫妇女主日是安怎伫长老教会内面会有妇女主日？安尼即款的即个设定，刚刚知？为什么长老教会要特别设立一个妇女主日？大家都是在想啊，是安怎？唔知哦，就想问问，今天台师团契为什么都坐到这边来？哦，位置被坐走，交换一下，好。伫长老教会内面啊，伫长老教会内面，伊其实唔是一开始就设立妇女主日，不是一开始就有妇女主日，那是啥物时阵开始的？哇！伫总会第40届的年会内面，1995年，而且经过讨论甲开会吼，所以就设立决定讲，伫每一年的3月份的第一个主日，要正做长老教会妇女主日即款的一个服侍，所以伊伫迄妇女主日的即天的礼拜，伊是要鼓励，嘛是要邀请讲，掠妇女做主体的服侍。所以你会看到讲，对献歌队对讲道、对服侍、事情等等，事情应该不是特别安排吧，只是刚好，好，只是刚好。所以长老教会伫妇女主日设立的目的内面有这款的，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有这款的方向。那安尼我要请问吼，敢有兄弟主日？咱伫长老教会刚好看到一摆讲，所有的服侍拢是用男性做主体，譬如讲，咱的献歌队全部拢是兄弟团契，敢有这款印象？无，是安怎无？是安怎无？讲道本地淡薄数就是男性献歌队献歌队无特别安尼soprano 甲 alto 查某敢会当唱会起哩。我这个题目其实我这个题目今仔日要分享讲题目叫做妇女伫教会中的角色。其实我的题目定得非常刻意，因为这个题目非常性别，恁敢有感觉？是安怎我伫咧讲的足少去强调讲男性查甫人伫教会中的角色，反倒是伫真侪讲道，也是伫真侪经文的分享内面，咱拢爱定定去提醒讲妇女伫教会中的角色是啥物？妇女伫家庭中的角色是啥物？咱真意外去质疑讲，妇女伫咱的群体内面，伫咱的四周围，伊所扮演的角色是啥物？咱真爱质疑去了解这项，但是咱较少去思考讲，若男性的角色甲责任，男性伫教会的服侍是啥物？这敢无特地咱需要，嘛是爱提醒咱需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开始那个音控，你可以帮我把那个麦克风调小声一点啊，因为它有一个 A 口。等下，所以伫妇女主日设立的目的，伊是要鼓励伫教会中的妇女积极来参与伫服侍内面，来贡献，来肯定女性的信仰的经验。甲智慧，做代志的智慧，也都有因的气力，要同心来传扬福音，要敬敬上帝奇妙的慈爱甲恩典，
这讲起来，咱安尼看起来，这我头两张这拢是总会设立的文吼，伊的目的，伊所写要鼓励吼，看起来是真水的邀请。但是咧，伫教会内面，妇女服侍的实况是啥物？我伫遮举例几点吼。通常伫长老教会，因为我自细汉是伫长老教会大汉起来，眼睛一打开就是伫牧师的家庭啊，对个教会安尼成长起来吼。伫教会我定定也是讲习以为常，我就习惯咧。若是见摆若拄着甲食物件有关系，一定爱安怎？紧嘞，咱教会妇女咧，咱教会妇女团契咧。若无妇女就讲啊，较少年拄结婚的，是啊，无就讲啊，迄若是咱聚会啊，用餐了吼，找妇女来做一饼扫，上无嘛是妇女做头嘛，引带大家做伙来饼扫。教会内面所有关乎感性的事工，拢爱找啥物人来做？妇女啊，是安怎？是安怎？咱伫教会关怀事工，咱一定爱找妇女来做，是安怎？声音较温柔啊！这是咱伫教会印象啦。毋过吼，若实际上咱伫厝内，咱敢会感觉咱厝内妇女种温柔的？我是一个吼较实际的人啊。好，伫信用太平我比较不喜欢。那个粉饰太平哦，其实伫厝内面，咱真正感觉讲啊，我的这个太太，我的妈妈足温柔的，伊若是伫教会内面吼，做这款足温柔的事工吼，我会真正受感动，受圣神感动。其实大部分的囡仔吼，甲另外一半，若是讲真正我的另外一半，因为伊是女性，所以伫教会所做的事工，甲感性的事工有关，其实在教会看得还蛮恶心的。因为这是实况啊，咱伫厝内表现，甲伫教会形象，也是讲教会和妇女的形象，在实况上面其实是无拄拄啊好。我无讲一定无共款，我是讲无一定拢拄拄啊好，是无？是有，是有很可爱，所以咱唔要。倒转来去想，妇女的服侍，伊的目的，伊的本身是为着要搭配，还是讲要配合，还是要补足一切教会男性伊当工所无法度做的代志。反正既若是妇女做的代志，教会男性无法度做的代志，咱拢会当叫伊叫做啥物？妇女事工。咱是安尼咧想事工的分类啊，但是安尼敢真正会当帮助咱的妇女，就亲像总会所设的目的安尼，鼓励因安怎贡献因的智慧，贡献因的气力，贡献因的信用的经验。我伫咧准备这段。应该是讲，我受邀请，受钟老师的邀请吼，要来分享伫今仔日的讲台里面，我伫咧思考吼，因为是妇女的主日啦，所以拄啊好咱教会有女性的团队，吼，得爱做这样的搭配吼。我伫咧想，我伫咧看思考这个经验的时阵，我就想讲，啊，若教会内面的妇女。定所服侍的事工是甲食有关系，甲饼扫有关系。啊，即马常常讲妇女主日要来听咱妇女信用的经验的时阵，对我来讲吼，实际上我不能够说谎吼。我感觉讲，即款是一个恶当当的代志。若是平常时你性命的操练，甲你信用的操练，拢是。整洁、爱厌、关怀、
不一定啦吼，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各教会状况不一吼。所以特别要去到总会所设立的方向，爱来贡献甲肯定因的信用的经验，因的智慧甲因的开来的时阵，这款经验要对倒位来？这是我咧思考的。要当心传扬福音、见证上帝奇妙的主啊，甲稳定的时阵，这款经验、这款信用的经验，才能咱要对倒来的。分享是对经验来。咱实际上，咱实际去想，咱妇女伫教会服侍比例是啥款？咱信用的经验是对倒位来的？咱服侍的经验是对倒位来的？然后呢，咱这个应该算是那个吧，问答题吼。咱固定教会的妇女，伫咱教会服侍比例差不多是安怎？咱敢会当讲会出来？嗨，请来这。你讲较大声的啊？你是讲2/3是女性吗？来，大家敢有同意？无啊，因为咱干事嘛是女性啊，咱团队嘛是女性，咱的司琴加室友嘛是女性。啊，搁有啥物？哦，献歌队大部分嘛是女性。啊，搁有咧？爱餐哦。会对的，爱餐我真少看到男性徛伫遐咧心智。没有啊，因为这个是客服班哦，咱的老师比例较侪拢是女性，所以恩典你是少数中的男性老师。儿主安怎？儿主嘛是吼，啊搁有咧，来中纪会。长子怎么样？颠倒过来吼，这一定是长老教会一个真凸显的现况。伫决策圈内面，较侪拢是男性所组成的。其实这无拄拄啊好，嘛无拄拄啊歹。所以咱对今仔日的分享，甲经文、甲圣经内面所咧写。安怎咧描写女性的服侍时阵，我毋茫讲，咱帮咱家己，每一个人拢倒来到上帝面前来思考性别对你的服侍、对我的服侍、对咱的服侍的提醒是啥物吼？今仔日的经文吼，是保罗伫菲律宾的团队，啊，其实经文一开始吼，伊讲保罗的习惯是，伊若是到实的所在，伊拢会大声去找什么款的所在。我有暗示一下，伊拢会大声去找犹太人的会堂，因为这至少爱对犹太人的会堂的规定来讲，至少爱有10名以上的男性，才让组织一个会堂，也是讲聚会所在。所以经文台语直接讲吼，伊讲伫安休日，伊出城门外去到河边，伊拍算，吼，伊拍算伫遐有人会安怎？伫遐有犹太人的所在，吼，结果伊无拍算，去到迄个所在时阵，看到安怎？反倒看到一群富人人聚集伫遐咧祈祷，所以对伊来讲啊，足意外。想讲去到菲律宾遐会当找到犹太人住一个所在，无拍算是伫遐是富人，所以嘛，伊嘛不要紧，伊嘛是对遐的富人人安怎来讲道，甲因分享上帝的道理。啊，结果伫体内面有一个叫我们今天的女主角吼，就吕迪亚。经文是安怎真简单的描写伊2、3句话尔。毋过对经文的描写，咱会当得到伊的甲伊有关系的代志，就是伊至少是一个安怎职业妇女吧？因为人讲伊是安怎
伊是咧卖布的嘛，卖紫色布的，算是蛮有地位，就是说环境算经济是蛮好的，卖布的妇女吼。啊，毋过伊咧讲到伊的信用，伊讲伊平常是安怎？伊平常时是敬拜上帝吼。经文14节内面，敢若描写伊这两个特点尔，就是讲伊平常时伊的职业、伊的生活、伊所做的工课，佮有伊的信用的状况，伊是平素的敬拜上帝。所以我头拄仔咧讲，我头拄仔咧提醒讲，其实咱伫教会聚会时阵，什么是咱应该爱注意的代志？若是讲要邀请妇女来做信用经验的分享，请问咱妇女团契在座的各位，即马敢有通法度举麦克伫头前分享你甲上帝关系？你们不要微笑啦！我不是在给你们压力，我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咱感觉咱敢有这款的开来甲法度？会使，琼瑶姐你讲会使。不是哦，不要乱点头这样。以后传道讲什么，牧师讲什么都不要乱回应这样。安珠丢了该会使，歹势啦，其实也不是不行啦，我葫芦的较歹势安尼，敢是？不要紧吼，咱做一个提醒甲思考。我头拄仔讲，咱若是会当分享，其实是爱有平常的经验对遐来，所以如滴啊。伊的信用是安怎嘞？咱来看伊信用的经验。伊平素是敬拜上帝，所以伊伫遮得到主的帮助，主开伊的心，主甲伊的心拍开，互伊专保罗所讲的话吼，这是台语的讲法。讲中文的意思就是说，保罗所对他传的道，他的心是怎么样？被主打开，他所以能够明白，也所以能够领受的。这就是伊的信用，伊平常时敬拜上帝迄款的心，得到主的帮助的时阵，主的话透过人的分享，会当入去伊的生命内面，互伊来领受。所以伊伫遮对伊所听保罗所传的福音，甲所传的道理，伊确实伊嘛知这是对上帝呼召来同工，所以伊领受伊的教导。所以，伫经文《使徒行传》比较多在记述，很多福音开拓时候的一个记录。所以，伫遮吕底亚伊的后师是安怎嘞？伊的后师保罗甲伊同工邀请因去伊的岛大来甲因接待，佮直到后来保罗受关押的时阵，迄当阵大家拢会惊罗马政府诶统治甲因的军事权力的时阵，但是吕底亚伊讲保罗因出家的时阵，因就去吕底亚伊的厝，伫遐搁一遍受因的款待。若是惊人比惊上帝更较多的时阵，伊是无法度有即款的开来做即款的服侍。所以我伫遮用吕底亚伊伫圣经内面许多片段，伫圣经内面的记载甲描写，我来提醒咱古典教会，伫咱的兄弟姐妹，就是讲伫咱的服侍内面，咱讲有性别之分，还是讲咱已经太习惯了。其实这已经是长老教会的文化了，咱无需要特别去思考性别是什么，还是讲什么块男性应该做什么，还是讲女性应该做什么？他到蔡长老有回应吼，讲咱古典教会实况是，哇，咱的妇女的服侍遍布在教会各个角落，对主日学，对圣歌队，对永爱餐，等等遮的，到处拢看得到妇女的角色。拢有看到拢是咱妇女出来咧遐做，但是若是伫中职会的时阵，咱女性的比例是偌济？有出席来开会，我
包括我吼，我安尼看起来差不多3到4位啦，有出席，因为我有当时爱先曝晒了，啊，才入去。我常常伫遐咧参加中职会时阵，我有一个思考，就是讲，伫大家咧讨论教会曝晒甲事工的时阵，是因为性别的关系，所以较无爱表达意见，还是咱看中职会的讨论，是因为要起着上帝教会，所以咱嘛勇敢分享咱的意见。到底是倒一块真做咱的动力咧？我唔知我安尼表达恁敢听有？这个是很细微的，这个是很细微的，所以我要伫遮咧提醒讲，咱就爱真正去思考讲，伫教会内面，共款伫教会内面，咱常常是强调这个是女性的事工。还是说，因为他的意见对教会非常有帮助，这确实是咱来去思考的代志，因为咱拢是受调来、受呼调来领受同款的积分，咱拢是受调来领受同款的救恩的时阵，所以咱是因为耶稣基督得到快乐甲拯救，开始。伫加拉太书第3章28节，伫遮咧讲着讲，因为恁对信靠基督耶稣拢做上帝的囝，因为恁既若受洗咧来入伫基督的，是捌称基督，无有犹太，也是希腊人、奴仆，也是自由的查甫人、妇人的分别，恁无遮的分别，因为恁伫基督耶稣拢是一个，恁若属基督，就做阿伯拉罕的后裔。照应允来做后嗣。伫加拉太书3章28节，咱会去看到保罗，伫遮有特别提醒讲，毋是因为你的地位的差别，毋是因为你性别的差别，是因为咱拢共款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成做一体的时阵，教会爱学习突破你对性别的看法，你嘛爱突破你对你的工作、你的地位、你伫咧社会顶面所有的遮的限制，来突破这款的眼光，来成做一体，你教会成做一体。所以，我头仔一开始我有讲，我的题目定得非常刻意吼，因为它性别的议题非常的明显吼。我的题目讲妇女伫教会中的角色，但是对圣经在所提醒。咱看到，其实基督无耶稣基督咧传福音的时阵，无独独加查某人传，也是讲独独加查甫人传，因为伊所要分享迄款的上帝国，是属伫所有伊创造的家人面顶。所以，虽然咱有文化，伫台湾有文化上的限制，有伊的束缚，但是咱嘛共款要伫信仰内面，要伫耶稣基督内面来得到无共款的看见。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每一个我，在座每一个人，我伫教会中的角色。咱所爱去思考的是，我家己，我做一个女性，我做一个男性，我伫教会中我的角色应该是啥物？这较是的确爱帮助咱去突破的。所以伫教会中的两性吼，定吼，毋是讲你意见分享出来了后，就是分讲这是男性的思考，这是女性的思考。其实伫教会两性的服侍，咱拢爱学习，爱互相成就。咱嘛爱去学习讲，咱的差别是上帝伫咱的有限内面，要互咱学习彼此顺服。我做一个女性，我有我的限制。相反，我的教会的兄弟，伊做一个男性，伊嘛有伊家己的限制。但是咱拢伫彼此的限制内面，看到上帝圣神的帮助甲开来，咱会当因为咱的有限，但是伫主的引带甲帮助内面，咱成做一个一体，咱会当互相成就。
是透过咱彼此信任。所以，搁一摆来帮助咱来思考，其实伫教会中每一个人，每一个性别，无论你是虾米款的性别吼，咱拢是活伫婚姻中的良性，咱拢爱有共款的看见。若无有上帝独独我靠你是女性，独独我靠你是男性，无法度圆满咱个人的生命。若无有基督，独独我靠你是女性，独独我靠你是男性，嘛无法度拯救个人的生命。若无有圣神，嘛无法度因为单单因为你是女性，还是你是男性，来回应主的问题。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活伫稳定中的良性。古典教会的良性的服侍，毋茫，真正是毋茫，会当帮助咱一步一步来互相学习。咱拢是为着要回应主对咱个人生命的拯救，所以无论我的同工是男性，无论我的同工是女性，我拢会当安怎？甲伊做伙来服侍，因为咱每一个有限的个人所领受的恩赐拢是无共的，这是上帝特别的意思。伫咱的成长、咱的背景、咱的财情顶面拢无共款，所以这是真细腻，这是细腻的分工，嘛是真水的同工。咱的服侍独独是建立伫上帝话顶面，所以我头段有讲，路利亚伊的性命，因为伊平素敬拜上帝，毋是因为伊是女性。这个是咱信仰真重要的基础，独独是因为咱敬拜上帝，所以上帝的话透过圣神的帮助，互咱领受，会当互咱明白，所以会当互咱的生命活出一款水的行动。那安尼你就讲传道啊，毋过我有文化的传统啊，伫台湾有文化的传统啊，我有家庭的束缚。你莫讲伫教会你安尼鼓励，毋过我倒来到厝里，啥物款的家庭的事工拢是我爱做。今仔日的分享，我毋是要来挑起家庭的纷争，但是咱伫信仰所得到的学习，嘛是爱真正帮助咱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对伫台湾的文化、家庭、家己的组成，或是那个家庭分工，不是一个简单回应的问题。但是咱是，我头拄仔去提醒吼，咱伫教会学习怎样同工，咱伫教会学习怎样去尊重彼此的无共。其实这款的价值，甲这款的困难嘛是爱。将这款的水带转去到厝内，来甲你的家庭来建立起着安尼的信仰的家庭。所以我要鼓励讲，因为有上帝国的眼光，所以咱的生命无应该是徛伫文化的顶面来甲你的不同的性别在那边争执说。我的权利比较大，我的意见比较宝贵，不是？咱若是有上帝国的眼光，你是会当得到上帝的帮助、圣神的帮助、甲智慧，你会是一个尊重文化，但是你嘛会有超越这个世间的看见。你有伫上帝国的服侍，其实是跟领受上帝所赏赐的恩赐，你嘛有回应稳定的开来。这是咱爱学习的方向。我袂当讲做一个基督徒，马上会当领受这款的明白吼。但是这个提醒是咱拢爱去学习的。所以伫上尾，我要来讲，所有的服侍拢是非关性别，所有的服侍无拄拄啊好，甲你的性别有关系。人服侍毋是因为你的性别，是因为你单单要回应上帝的景调，甲伊的拯救。你若是伫教会、伫家庭服侍的方式无共款，主要嘛毋是因为你的性别，
是因为你知影你所领受对上帝遐来的恩赐，所以你愿意分享，将这所领受的恩赐分享伫教会，将这领受的恩赐分享伫你的家庭内面。嘛，信心帮助咱有即款的看见，伫咱个人教会有即款的明白了后摆咱若是看到伫教会中的需要，毋通讲哎呀，这是妇女甲做的来事工，其实即款的服侍，即款的领受信心是要帮助咱看到需要，咱就爱勇敢安怎去做，看倒位有欠缺，咱就安怎